歡迎嚟到車幫買粵語版嗱，今期咧同粵愛車一齊聯合創作咧，用粵語同大家講最新嘅車市行情噶。咁既然用粵語咧，肯定會講翻啲廣東地區大家比較關注啲嘅車型。咁準備幾台噶？第一個咧，廣豐嘅塞拿，廣豐嘅嗰台混合動力嘅 MPV 啊。不過老實講，而家喺 MPV 市場咧，豐田、本田咧就已經唔係主流噶啦。好似啲奧德賽冧晒價咧，買嘅人都唔係好多嘅。咁反而塞拿咧仲幾多人問嘅。嗱，首先講啊，如果你真係而家要買 MPV，希望舒服好用，配置高咧，買翻國產新能源咧，絕對體驗更好嘅。但係塞拿啲車咧，仲好多人問點解咧？就因為有好多人仲堅持覺得唔想要新能源，唔想要綠牌，我就想要藍牌，我就係想要翻傳統嘅品牌。有冇咧？有嗱，塞拿咧其實而家價錢都 OK 嘅。如果你買一個入門版嘅塞拿咧，大概而家26萬幾、27萬內可以落地搞掂開走架車啊，全款添。咁但係咧，咁如果買高配啲，好多朋友想買4驅啊，穩陣啲配置多啲噶嘛。咁咩價位咧？而家最新啱啱幫客戶咧搞一台咧雙擎4驅專櫃版咧，之後價358800嘅車型咧，而家全款落地價314000，落地開走高配4驅版嘅塞拿。嗱，呢個314000嘅落地價咧，包含嘅嘢比較多嘅，可以解釋下。第一咧，肯定就係優惠啦，另外咧就係各種嘅補貼啊。咁2.5排量嘅混合動力咧，係攞唔到國家嘅置換補貼嘅，咁點算咧？好彩豐田識做，廣豐自己補俾你啊！呢位朋友咧置換嘅，咁啊豐田廠家補貼16000啊，補貼得已經相當多啊！呢個置換補貼官方補貼嚟㗎嚇。咁另外咧，仲有一個廣州官方嘅新購車補貼，又有5000蚊，咁加埋呢度已經21000嘅呢個政策補貼優惠俾大家，所以最終落地價就31萬出頭，買到一台高配嘅塞拿俾到大家。咁其實31萬幾咧落地啊，你而家要買台國產新能源嘅啲咩9系列嘅啲咩 X9D9 咧，其實係買唔到嘅。啊，最入門人哋都309800起啦，買 X9嘅真情，你加埋稅加埋嗰個保險，肯定係32以上㗎啦。所以咧，價錢上如果大家係對於啲傳統品牌嘅混合動力係好有信心嘅，比較中意嘅話咧，咁而家呢個價錢咧係幾靚仔㗎啦。好，第二台大衞車本田雅閣啊，啱啱講完豐田，再講本田，雨露均沾，兩個田都同大家分享晒啦。本田、豐田大家知道冧價咧，但係我睇呢個價我都估唔到，而家本田冧到呢個程度。本田雅閣原價197800嘅一個 1.5T 豪華版嘅車咧，而家全款落地價，全款啊，唔係貸款嗰啲啊，全款落地價143000蚊。搞掂開走啊！以前仲話15萬開走雅閣，而家唔使，15萬都唔使，143000就已經開得走雅閣。但係雅閣最大問題乜嘢咧？即係度又唔係要 sell 架車俾你啊，同大家分享信息嘅啫。雅閣即係你睇住呢個價都好靚，但係你好似冇乜選擇佢嘅理由咁樣。而家流行多少帶啲電啦，整個混合動力，好似啱啱個塞拿都混合動力㗎。但係雅閣佢又好鬼衰喎，佢唔整一個純粹藍牌嘅混合動力嘅喎。起碼你個藍牌混合動力有啲，我堅持想要保留我個藍牌嗰啲人，我都可以有揀你嘅理由啊嘛。佢又唔係混合動力，係都要插混嘅，係都要綠牌嘅，咁啊自己搞自己。所以而家要堅持買藍牌嘅，買帶啲油嘅，想支持下你啲傳統嘅本田、豐田嗰啲朋友咧，只能買個 1.5T， 咁 1.5T 咪係咁冧咯，冧到而家咯嚇，143000買到一台雅閣。嗱，如果大家係真係需要一台雅閣嘅朋友咧，咁呢個時候買雅閣都 OK 嘅，14萬幾可以搞掂一台咁樣嘅車啊！好，第三台大衞車，嗱呢個咧就係對應我啲國產新能源嗰啲8系、9系嗰啲新能源大車啊！嗱，好多人咧見到我哋最近咧咪開咗公司一眾我哋自己買翻嚟啲9系列 SUV 去廣西陽朔玩嘅，有啲人即刻話：喂，你哋而家淨係關注啲新能源㗎啦，啲傳統油車你哋唔理㗎啦，唔睇㗎啦。有人要油車㗎嘛，可唔可以幫手試下 ？OK， 雖然試唔到啊，因為佢哋都冇俾試駕車我哋，老實講。但係我哋都幫大家去揾下呢啲資源，有乜嘢咧？如果你真係要傳統品牌嘅6、7座大車，就係呢個9系列嗰啲30零40萬價位，最好仲要 BBA 嘅，真係有奧迪 Q6啊，467900嘅車價，雨林套裝7座版26款最新，仲要40 TFSI Core 槽紀念版。而家全款落地價搞掂晒啊，36萬買到翻去。乜當然呢架車 Q6 講出嚟，好多人話有咩平台啊，有中國特供啊，有咩換殼咁樣，係佢嘅基因係唔順遂㗎啦。但係係咪 BBA 先？係咪6、7座先？係咪夠大先？即係你想要嘅因素佢都有啊嘛。唔係，所以大家如果你真係堅決話我唔想要啲新能源6、7座，就係傳統品牌嘅6、7座大車有嘅奧迪 Q6 可以大家研究研究嘅。
好，跟住睇下大家留言提問咧，問咩車啊？第一個咧問寶馬5系啊，寶馬5系之前講過好多次啊，30萬左緊就買到啦，而家非常之抵玩。但係有朋友咧覺得我之前提嗰啲咩525嗰啲咧太入門太 cheap 咧，唔夠好，要問咧530 Li 咩價錢咩價位？嗱，而家買架530 Li 領先 M 運動套裝，做26款嘅新款車型咧，指導價去到408000㗎啦，但係而家咧，貸款落地價34萬8可以買到。嗱，呢個貸款落地咧，之前咧好多嗰啲做緊高息高反㗎嘛，嗰啲價錢可以做得好靚喎。但係而家係冇咗高息高反嘅，而家都有得反，不過咧就低息低反，即係嗰啲息就會合理好多，即係5年10零個點嗰種咧。雖然唔可以講好低啊，但係叫做合理嘅一個息，唔係呃鬼你嗰種。咁大家如果真係想要一台豪華品牌嘅5系嘅，而家油車平咗咁多嘅話咧，可以研究下34萬8。就可以買到一台530啊！好，第二個提問咧，呢個朋友就問長安 Q05有沒有啊？應該有沒有做啊？肯定有做啦。長安啟源咧，我哋呢邊都幾多朋友去問呢架車嘅。咁啟源 Q05咧，講明先話，而家係冇咗插運嘅咯，只有純電版嘅喎。咁純電嘅405 Air 嘅版本咧，咁指導價係79900嘅，而家全款落地價咧78000蚊可以搞掂嘅，即係包稅包保險，78000蚊就買到一台 CR-V 咁樣尺寸嘅純電 SUV， 而且大品牌啊，長安軍工係唔會有問題嘅。咁大家如果需要呢個車都可以關注下，而且大家留意下喎，啟源 Q05咧，我之前試駕嗰時仲係插運嘅車型，好多人都係買佢嘅插運啊，睇中佢又可以用油，又可以用電，冇續航嘅焦慮，當佢呢個混合動力 CR-V 咁賣嘅。但係而家咧冇晒插運咧，其實個原因咧就係啱啱公布政策啊，2027年1月1號開始咧，就算係嗰啲插運車，即係帶住發動機嘅嗰啲綠牌車咧，一樣都要交車船稅，就即係根據你發動機嘅排量去交呢個車船稅，咁1年咧就要多翻幾百蚊呢個車船稅嘅呢個錢俾大家啦。咁純電咁就唔需要交。咁如果從成本去考慮咧，純電嘅成本仲係最低嘅，無論從稅費啊、使用成本咧、保養啊都係低啲嘅。嗱，調翻轉講喎，呢台 Q05咧就冇晒油嘅版本，全部做晒純電。但啱啱試呢台傳奇嘅 GT4咧，佢又堅定要做一個純油嘅8萬蚊級別嘅 SUV。佢就話咧，而家全部都10萬蚊以下都係賣緊啲純電車㗎啦，主打呢啲啊。咁人哋個個做冇必要跟住啊，我做純油嘅。佢就主打嗰啲就係中意開長途啊，中意翻鄉下1年2箱油嗰啲朋友咧，8萬蚊俾一台咧嗰啲純油體驗好好嘅車俾你，真係台 GT4咧嗰啲底盤質感都係唔錯嘅。如果大家嚟唔係話要純電嘅，我想要油嘅話咧，可以關注下呢架車仔。具體價格唔知佢，反正而家啱啱試嘅就話8萬蚊級別嘅啫，呢架 GT4。咁啊，需要呢啲 SUV 車仔嘅朋友咧，可以留意下。而家國產品牌真係好鬼勁嘅，即係以前10萬蚊左右呢個級別係搞緊啲咩 A0級嗰啲車仔啊嘛，本田、豐田嗰啲嘛，而家冇晒，全部都係國產品牌統治晒。咁即係而家國產品牌用自己嘅方式重新嚟定義呢個市場。10萬蚊級別就係咩都俾晒你，又要空間，又要動力，又要電啊，咩都齊晒，俾晒大家。咁樣大家而家買車幸福得多啦，係嘛？咁好嗱，呢期車幫買粵語版嘅節目分享咧就到呢度。如果大家係覺得喂用粵語分享都係親切感更足嘅，啱晒大家何車，啱晒大家需要嘅話咧，咁啊記得點個讚支持下啦，或者留言分享你哋想要買咩車啊？如果真係有購車需求，記得大家車小程序入邊咧直接撳入去揾購車個欄目，就可以見到我哋車幫買嘅服務啊！各位買車可以在大車的小程序裡面選購車，就會看到大車幫買的一些特惠車，甚至可以定制跨巡車呢，都可以幫到各位了。希望各位無論是買車還是有任何行情上面的需要或者驗證的時候，都可以想起我們的。